办公模拟运通过後，行研就有為愛講出自家嘅文化同歷史需求，嗰所客家學就安尼發展起來。關對猶太學陸陸續續設立嘅客家嘅相關學院，唔單止重新整理客家歷史研討，要同新時代連接起來，愛後生嘅個有族群意識。按照中研院研究員王富松嘅調查發現，20年代媒體出世嘅客家字體，等等也愛離開客家莊。來到各族群都有嘅素材故事，是知道客家後生嘅唔多曉講客嘅，等到後生嘅就唔多曉講客，家一定要應用嘅來打造當代嘅客家新世界咯。來看下人嘅報道。創作一下都市人，你哋過到幾無限嘅，愛卡樂主創有兩件阿 Kim。對方言音樂做到模擬音樂，用強化嘅旋律、混亂嘅曲風和客家流行音樂嘅帶來發力。無論係同傳統客家音樂元素，當靠咩為講入高橋度空，也係寫出大家以後做曉創嘅旋律。向後生人唱，主動去了解歌詞嘅內容。阿 Kim 希望帶啲行眾嚟探索客家文化有幾差咩？佢條下馬為創作模擬音樂，唔但將係為到愛接自家嘅念頭，未希望打幫作品為客家當然都認識客家。下尾呢，對我來講，係老武漢人上練嘅技巧，咪係一種喺身份嘅認同啊！我希望講，呢個音樂做得讓響。當到後生嘅客家人，特別係從阿 Kim 強壯嘅，頭先唔會講客，一開始唔會講客，武漢人咪當少講啊，做啲現場音樂方面開始來學習啦，呢啲客家。有兩件做得講就係推廣客家嘅態勢，其實佢對客家文化嘅探索係對2013年創作客家音樂過後才開始嘅，為到滿足佢想去了解客家嘅歷史同文化，今年佢考到客家文化學院碩士班。社會文化層面嘅東西，看了很多，開始看一些文章以後就發現哦，睇個係安樣嘅研究阿 Kim 係該把阿公婆去這河南堂係買，有啲意思，然後我靠進去看啊。一般上，我認為了到學生確實為到客家相關嘅了到知識，了到教學啲為到嗬，會發覺對佢到。頭擺老客家認識是毫無強壯，喺了到學生咪確實對佢到本身嘅客家認同啦，了到要增加，所以相對來講要達到一定嘅嗰種嘅目標啦。客家文化學院喺台灣學術界度空，仲係一門當時嘅學科。30年前，辦我模擬客家運動過後，客家師傅日經年受到重視，客家學聽得加以發展。10多年前，陸陸續續規劃嘅學術大比，主要圖中苗、中央大學、交通大學、韓國聯合大學都有設立客家相關嘅學院。簡單講是講，希望用客家研究兩種嘅知識嘅內容做得指導，頭擺客家認同開始，輔助講我希望客家要設計。設計嘅世界，要設計講設計歷史，設計談設計文化。行業因為論述設計文化歷史嘅需求，加強嘅客家學嘅發展，唔但將重新去了解去整理客家歷史嘅研究同發展，更加可以提呢到時代來開發後生人嘅族群意識。講呢下後生人嘅客家認同嗬，比起來比10年前。感覺起來就好強烈的，雖然可能行業見來見退步，不過感覺自家係客家人，應該都關懷客家嘅事務，為了客家做到事情，當然係同學嘅人數嘅比率，在我哋呢3-5年來看嗬，我認為係增加。
阿 Kim 就是认真开始由当场的族群认同感，彰显严在母语的利益。72年之嘅佢，雖然自細喺新竹竹北態合法沙講率唔一條，體會咗學業專業嘅高詞，還係對試點一集去查出落嘅。唔過聽聽創作韓國表現嘅機會變動會，對客家嘅感情更加深，佢天天呢就同客家入到咗來嘅。那係你為了工作嘅需要，為了為學生買東西，為學。當從而家客家歌曲，因為想辦法去學，像係就咁樣啊。唔過從其用嘅，自己唔到香港客嘅後生兒，其實幾多，無常係受到經驗、本地政策的影響啦。以前那個說國語政策對客語的那個禁止跟限用，的確會造成語言的轉移，也就是客家人會說。但是不敢說，或是不能說。但是國語政策大概還沒有辦法做到說讓客家人連說都不會說這個地步。大概是從1970年代以後，這個出生世代才開始真正出現有不能夠講客語，然後大概有一半的人不會講客語的這種狀況發生。中研院研究員王普聰經過2004、2011年同2016年300幾座全國客家人口同語言調查，分析出客語傳承嚴重脱產減下去，尤其是對同結構性的年輕的影響。佢發現從阿 Kim 安嘅1980年代出世嘅客人，睇定做廿為啥離開佢哋所在，許多客家族群都有為所在落血，真係實質到佢哋結婚兒唔到香港客家年輕。那真正重要的影響，恐怕是當他們的小孩子都搬遷到非客家莊的地區，沒有機會從小在家庭跟社區裡面學習使用客語，這個影響才是更大的。無講客家環境，也見事前30歲邊嘅後生比未同有感想。特別做愛用講啊，後生人唔講客話，後生人上台仲唔講客話，就見。啱啱嘅東西，其實久嘅啲後生人要遷到動，要成為人啦吼，因為佢冇用嘅環境來講客啊，都太長時間都係講乜嘅客哦，完全就冇用到啊。所以因為你兩下子上多轉都客家族，哦，重建客莊啦，吼，就是客家起地嘅家庭來想象，兩隻按用真會有機會啦，冇太困難，因為什麼生法你都用唔到，真正因為天天做為團體。為對客家有安全嘅感情，係見證後生比自細就睇苗啲男裝也家婆嘅博客睇，佢知道同多客家莊公益嘅同期來比，都市巷公益嘅就甲一模搭對，故數佢淘汰後就結天，喊拜而轉到家鄉來求謀事業。故數做乜嘢為上海返鄉，然後上海創業，吼用意做到兩片，本身當嘅價值真經不應寬度。好，按用講客話就有利可圖，那客家話刺通就傳下去。睇翻我們兒童經驗嘅出世嘅結，現正自細到大都當有族群嘅意識，故數客話講對當不了。唔過見咩時候講客又錯唔到嚟說，客話係佢為本人目的。講客話冇用，就講全台灣按到種下嘅地方吼，當到偏鄉。唔過喊他按用乜個別拉國嘅 visa，咩用教英文啊？做乜玩用？因為學英文會賺錢，做很簡單。學客話唔會賺錢。嗰種人你喺程度，客家話其他有優秀嘅地方，客家話有乜個特質是為養過國語、養過英文嘅，然後知道山當做些嘅事情。你規則山林生活的復甦，你客家話真有辦法傳下來。唔講去山當啊，都去煮嘅，一煮嘅用嚟燒，嘅叉線，嘅煮嘅叉，嘅挖啊，哦用嚟整理，去鋪面，哦去拼嘅粿啦，拼嘅就係做嘅手把咧，就客家話對我來講，就係能夠很精準的過生活的一種方式。哦，你唔啲客家話，唔辦法老人家打招呼，你知我啲啊腦部嘅事情係乜嘅啊？嘅地都要懂沉嘅東西，你真有辦法用客家話去了解。後生比轉到客家莊，打造為都市人、後生人都可以到山下體式的平台，上愛同產業在個發展起來，為客家莊加開橋發展。當然都要講客，為同客話堅傳承下去。但知道整個生活方式的保存，比語言更。如果真的要選的話，我覺得比語言更重要。應該是說，
语言本身冇办法出家去保存佢，应该有一只神法方式去保存。好，神法方式有老三亚有青岛的关系。1980年代出生的人，当他们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刚好是运动蓬勃发展的，所以他们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是相当大。那当然90年代以后就更明显了。所以事实上，大概在我们现在发现80年代以后的人，客家子弟虽然语言流失得很严重，但是其实他们客家意识也因为运动的刺激跟影响，慢慢在复苏。从求生培养的动摇客家意识的后生人很有记。如果这个地方的语言消失了，你就会失去了这个宇宙。语言它是这个族群的思考的一种脉络。那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应该要继续保存下去，所以这个文化才不会不见。同样是1988年出世的齐浩强，对客家文化的保存动有使命感。去年佢同杨本阳共下转到屏东家乡，开一间通牒书店。唔係講到就客家3萬嘅傳承，電腦系統加到對族群文化感情變落去，而行業書店嘅人唔到啲嘢就以為變化。剛剛來的木卡一個家鄉的一些，比如說客家文化或北客性的一些文化，都慢慢在消失。我就開始有一種危機感，就是我就會開始去思考說，萬一這個地方變得跟其他地區的閩南廟一樣的話，那為什麼我們要存在？族群文化它有更多的多樣性，它的能量就是在地的能量就會更加的精彩。那當你在地的族群文化只剩下很單一，或者是就是剩下2、3種的時候，其實它的豐富度跟精彩度就會沒那麼的，就是漂亮。你說說看，首先做看。阿浩強同葉本陽阿考期係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班強班同學，也兩個34邊嘅客家後生人，經過學術嘅訓練，對自家客家嘅認同有更加深嘅認識，未更加了解文化對在地生活有幾重要嘅。故就希望做得為客家做得為物界。到我這一輩，很多年輕人他就是覺得，你不要跟我講客家這個東西，這個東西好老，那是阿公阿婆那一輩在講的東西，你跟我講這個幹嘛？就我們會覺得就是就是當這些東西被人家當成一個過時的或者是老舊的東西的時候，我們要怎麼試着去延續它，或者去扭轉它？可是現在年輕人對於客語這件事情其實沒什麼危機，是他們也無感，基本上是無感的。那你應該去透過他們可以接受的方式，比如說我創了這個平台，書店的平台，那大家都可以進來嘛，然後他也沒有什麼很明顯的客家文化的東西，可是他們進來之後，我可以辦一些跟客家有關係的講座。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會讓現代人就是烙印在心中，原來某某人他也是客家人，或者是誰誰誰，其實用這種方式其實更能讓大家接受客家這件事情。了解自家生活附近嘅後生人，做乜嘅對客家文化冇興趣，以為係唔接受，故就夾到用創意傳染、噴發通、共創一條方式嚟包裝，潛到文化推廣嘅獨用法則，就會希望夾到冇填用係自家嘅物件。他們一直不停地告訴自己的子孫，就是我們自己的族群認同這件事情。對，所以我認為就是只要這件事情有被反覆的提醒，那基本上這個文化就還有存活的一天。你喺客家人嘅歌嘅客家文化對新時代嘅後生人嚟講，已經同中上時代嘅人有無共用嘅意義。萬我們已運通30年過後，客家文化同花兒唔會再嗰套社會抗爭呢。雖然新時代嘅後生人效講把條客家人唔多，不過見到老師杜康一切都有客家嘅認同感，故就見到3萬嘅去潛出客家種嘅價值。
唔到底嘅都市嘅前法，也由客家开创出动态客家新世界。